岁月悠悠，光阴流转，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时刻，如灿烂的烟火，划破漫长黑夜，让人心生暖意。这些时刻或许短暂，却足以在记忆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经历过漫长的病痛折磨，当身体逐渐恢复元气，重新感受世界的美好，这一刻，内心满意的感动无法言语。病榻上的日子总是显得格外漫长，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成为希望的火苗。而当终于能够站起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感受阳光的温暖，这一切仿佛都是新生的礼物。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如今都变得珍贵。每一次步伐都踏实而有力量，每一次笑容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珍惜。人们往往在失去时才懂得拥有的可贵，而当健康重新归来，才发现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恩赐。时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，让曾经亲密无间的人渐行渐远。然而，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里，当久别的身影出现在眼前，那种惊喜与激动，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许多未曾说出口的思念，在这一刻不再需要言语，眼神交汇的瞬间，所有过往历历在目。这样的重逢，或许是在车站的拥挤人潮中，或许是在熟悉的街角，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心头的尘埃顿时被温暖吹散，仿佛时光从未带走什么，情谊依旧如初。有些东西，一旦遗失，便以为永远无法找回。然而，当它重新回到掌心，那份惊喜足以让心跳漏了100。无论是儿时最心爱的玩具，亦或是成年后不慎遗落的重要物品，失而复得的那一刻，感动不言而喻。当你已经接受现实，告别遗憾，却在某个角落发现它的踪迹，那种激动足以让人愣在原地。这不仅是物品的回归，更是一种奇迹的感受。它提醒着我们，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，会在恰当的时候回到该回到的地方。生活总有出其不意的时刻，让人提心吊胆，直到发现只是虚惊一场。这份庆幸与放松难以言表，或许是一个误诊，让人一度以为将要面对最坏的结果，直到医生微笑着说，只是误会。或许是一个惊险的场面，让人心跳加速，最终却发现自己毫发无伤。这样的经历，让人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平静，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在瞬间改变。而当危机消散，才发现平凡的日常原来是最珍贵的幸福。人生最美的事情之一，便是不期而遇的惊喜。或许是在人潮汹涌的街道上，与多年未见的好友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个转角；或许是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偶然邂逅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知己。这样的相遇没有预兆，没有计划，却让人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当目光交汇，心头涌上的惊喜与温暖，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柔和起来。这些未曾安排的相遇，仿佛命运特意准备的惊喜，让人相信人生中总有一些美好在等待着我们。约定是一种承诺，而如约而至则是一份安心。当等待的人如期而来，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。无论是约好的旅行伙伴准时出现在机场，还是多年未见的友人信守承诺如约赴约，这份守信与等待的价值，在见到彼此的瞬间得到了最美的回应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往往建立在这些微小却重要的信任之上。而当一个人信守承诺地出现在原地，那份被珍视的感觉，让心变得无比踏实。有些事情无需多言，彼此心领神会。当默契达到某种境界，言语已变得多余。这份理解与信任，足以让人感到无比幸福。或许是一个眼神，便明白对方的意思；或许是一个微笑，就能读懂彼此的情绪。这样的关系，是经年累月的陪伴所累积，是无数个日夜沟通的结果。这份心意相通，让人不再感到孤单，因为知道在这世界上，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。而这样的理解，比任何言语都来得珍贵。未来总是充满未知，但当希望存在于心中，便有了无限的可能。当内心燃起对未来的期许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或许是即将展开的新旅程，或许是即将实现的梦想，这些美好的憧憬，让人充满动力，让每一天都带着期待醒来。虽然前方的道路或许布满挑战，但当相信未来可期，便有了无畏向前的勇气。这样的心境，让人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美好。这些时刻或许不会天天发生，但每一次降临都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。它们让人更懂得珍惜当下，更理解幸福的真谛。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正是这些难以忘怀的瞬间，串起了生命最美的篇章。